觀。各位如果計劃暑假要到歐洲旅行，要注意歐洲推出新嘅電子入境系統，但被批評並未完善。有旅客要等幾個鐘先至能夠入境，連航空公司亦都要求當局剎停系統。歐洲呢個夏天，除咗極端熱浪，仲要應對另一個頭痛問題，就係大排長龍，怨聲載道。因為歐洲今年正式實施歐洲出入境系統 EES。EES 係乜嘢嚟嘅呢？係為短期進入歐洲近30個申根公約國旅客而設嘅新入境系統，到歐洲進行商務、探親等人士同樣適用。旅客唔使事先登記或者填寫表格。但喺機場、陸路口岸或者碼頭入境嘅時候，需要向當局提供2項生物特徵資料，即係人臉掃描同埋指紋。資料有效期3年，3年之內再次到歐洲，唔需要再提供生物特徵資料。EES 係要取代傳統入境喺護照等印嘅做法，令入境過程更加流暢。It's going to be an exceptional thing for us in terms of the ease of travel. We simply get scanned in. There's no more waiting at the passport booth. 當局話 EES 實施之後，可以有效防止跨國罪行、恐襲以及逾期居留歐洲嘅人。由今年4月全面實施至今，已經有超過4萬人被拒入境，亦發現有大約1萬人逾期居留。但 EES 系統雖見其利，亦見其弊，就係入境旅客長時間等待入境。主要問題係 EES 系統繁複，有報道話有唔少機場旅客喺機場至少要輪候幾個鐘，有啲甚至係5個鐘。以葡萄牙里斯本機場，因為有旅客等候7個鐘而被迫暫時關閉 EES 系統。已經有唔少航空公司投訴 EES 系統令到旅客未能夠及時上機而錯過航班。究竟新系統問題出喺邊度呢？專家指出，現時最大問題係歐洲唔同國家雖然都係用 EES， 但各國都用唔同嘅子系統，即係各個子系統互不銜接，令原本希望簡化入境程序嘅系統變成地獄式通關。其中，歐洲最大廉航公司瑞安航空發聲明警告，應該暫停使用 EES 系統，等待暑假旅遊旺季結束之後先至恢復。業界預計暑假期間，歐洲各機場需要應付超過4000萬個旅客。瑞安高層批評應該將旅客當作白老鼠，用作測試一個仍未成熟嘅入境系統，要佢哋承受長時間等待同埋錯過航班之苦。除咗瑞安航空，歐洲多個航空組織甚至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喺7月1號發表公開信，話歐洲各機場承受能力已經到達臨界點，佢哋要求布魯塞爾讓個別成員國彈性執行 EES 系統，但歐盟當局斷言拒絕任何停用 EES 要求，認為區內之5個出入境口岸只有20個出現困難，承認系統唔係完美，但唔需要亦都冇可能剎停系統。睇嚟今個暑假歐洲機場逼爆嘅情況應該無可避免。EES 其中一個目的係阻截非法入境者，但而家反而阻截咗訪歐嘅大家今個暑假到歐洲旅行或者轉機，最好要預留充足嘅時間，以免未出發先疲乏。我哋下星期繼續世界觀觀世界。